大家好，我是師奶啊！咁啱喺羅湖過關返到屋企啊！今日係5月9號星期六嘅11點11分，啱啱返到屋企。咁喺羅湖度咧，新嗰個商場咧就買咗呢一個黃皮油甘汁。咁上網查個資料咧，就話佢對喉嚨好好啦，同埋清熱啦。咁我哋一家三口咧病得好犀利啊！咁都有人買一支咧潤下個喉啦。咁我會擺翻啲資料喺個片嗰度㗎。咁另外用19.9人民幣，圍翻港紙23個幾度啦，就喺呢一個深圳嘅翠葉中心，喺呢一間撲下龍狗啱新開㗎咋，就買咗呢一個餅嚟試。咁佢咧有12塊㗎，就圍翻喺港紙23個幾咯，19.9係人民幣嚟嘅。佢好得意咧，就係兩個夾心餅中間係夾住啲麻薯啊，咁樣都幾特別嘅，我就買咗嚟試。另外喺呢間包師傅度14蚊就買咗2個鬆餅，一個朱古力就一個普通味，想試下，第一次食係未試過。咁就行開嗰個商場度咧，個女係忍唔住食薯條，咁咧就送咗張刮刮卡俾佢，就送咗隻薯條仔俾我。咁我覺得好靚喎，咁就諗住買嚟咧掛喺麵包嘅側邊啦，就係咁。咁多謝各位收睇，希望大家唔好介意我把聲好差。再見。